针对台积电要扩大投资美国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，产业进行全球的布局，加紧留伫台湾是政府甲产业界共同的立场。外界嘛，真烦恼讲，这恐惊会减少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，去影响到国家安全。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，行政院强调讲，政府会依法来审查，确保半导体产业和国家整体竞争力。行政院长杜英泰阁讲，政府和企业是了解对方的立场，会予伊必要的协助。但是嘛强调讲，不管产业安怎做全球的布局，均留台湾是共同的立场。我国的先进产业或其他产业如何的做全球的布局，跟留台湾，继续壮大台湾，是国家、政府跟产业界共同的立场，这个立场绝不动摇。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讲，这件投资案和美国伫晶片产业有优势，佮强调讲，若台湾有代志，美国会发挥重大影响力。外界质疑讲，这是台湾的经济命运转向，佮和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降低。唔那是企业烦恼讲产业空洞化，嘛有可能会冲击国安。当台积电整批的全部移到美国，那我们有什么筹码可以让美国一定要来帮忙台湾？台湾作为小国，必须要更多的耐心跟智慧，来均衡投资。同时间，我们全力的维护台海间的和平。学者分析，台积电伫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地做全球的布局，有可能会当互半导体供应链更加稳固安全。川普并无明确承诺讲会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保护台湾，单方嘛是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变化，确保国家利益、国家安全，会当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结合甲卡巴。美国在台海以及两岸的基调上面，并没有做一个在这一点上面，并没有做一个很明确的改变。确实，透过这样的作为，是还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跟美国安全的合作和协防的这样的效果。学者讲，美方当在加大对印太区域的投资，反映出和中国结合的决心。台湾除了强化和美国伫半导体的合作，嘛要继续和包括欧洲等其他民主国家来联手，才会当确保台湾的优势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